我跟陈总出去工作，你不但跟踪我、怀疑我，还诬陷我们有暧昧。我做新项目，你不但不帮我，还到集团去诬告我，帮我们隐婚。现在我工作也没了，家也快散了，连房子都是你和那个女人的名字。这就是你在保护我。你要真的想跟他在一起，我成全你，我们离婚。哥哥，哥哥。 老王啊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真的挺聪明的，幸亏你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。是啊，要不是我想这个高招，小两口能好吗？是啊，哎呀，现在这小两口要和好了，那就万事都好了。只是吧，我觉得这房子恐怕保不住了。嗨，这房子不是事儿，没有再找嘛，咱们，只要这小两口能好，就比什么都好。 有道理，可可，哎，这可可怎么了？就是啊，这小两口又闹矛盾了？哎呦，别着急，我去问小俊。你再说一遍，说呀！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我是被他冤枉的。你还在说你被冤枉的啊，李小俊，我就没你这儿子。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你怎么不相信我呀？你让我怎么信你啊？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，你才去撒这样的谎，你才去背叛婚姻。我背叛什么婚姻了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妈。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这样的女人，早知道她是这样，我之前就不可能那么去帮她，我就不可能多跟她说一句话。够了，李小俊，你仔细想想啊，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吗？一开始这个衬衫的事情，后来这个房子的事情啊，还有医院的事情，一件比一件过分，直到今天，你都做什么了？这些事情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你就是对婚姻 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男人，你这样对可可公平吗？外面的女人稍一诱惑，你马上就招架不住了。小俊呐，你太让妈妈失望了。你们两个人刚刚要提离婚，这件事情刚刚和好，还没有恢复关系，你就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不喜欢王可可。 你要真的不喜欢他，你直话告诉人家，你不用做出这种肮脏的事情，你太让我丢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你这儿子，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回去，那个家没有王可可还叫家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你现在说话这么有志气是吗？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王可可不回家的话， 这个家也没有你，走。你给我滚！什么？ 那房产证竟写着李小俊和那女的名字，太不像话了！我一看那个女的，我知那女的不是一好人，竟然勾引我女婿。别人勾引他，他就上钩，证明他自己也有问题。我以前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，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骗我。我怎么那么傻？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他。我真是瞎了眼！李小俊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啊？我还把他当儿子看，我们怎么能攀上这样的亲戚呢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没有事业，没有家，没有感情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宝贝儿，你还有咱们这个家，还有老爸呀。爸，我要跟他离婚，我这次离定了。
我王金国是有原则的，在这件事上我不会服输的。你们错在先，啊！你们这样伤害我女儿可可，在这件事上我跟你们没完。你告诉我李小俊哪去了？你把他给我找出来，我看他是不是男人，他敢不敢面对我？我跟你说，他在外边勾搭女人，啊，背叛我女儿。把我们两家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还填上别人的名字，天下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呀？啊！你们离家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不想占人家便宜，也不想让人家背后说你的坏话啊？那你们做出点光明磊落的事儿来啊！连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你都做得出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欺负我王家没人是吧？啊，笑话我们可可没家长是吗？是。老王，这些事儿都是我的错。你骂的对，你骂吧。你不是能吵吗？啊，我今天跟你吵到底，我奉陪到底啊！咱把这事给吵清楚了。婚前婚后他们闹的这事儿，就算家里的事儿。可后来呢？你儿子和外边的女人搅和在一起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次两次，也不是一两个女人吧？哎，当时我还真是轻信你了。你说你儿子在外边做事光明磊落。哎，我们傻啊，我就相信了。我们没有什么证据，也不能乱说话。可是现在呢，这房子的事儿你怎么跟我解释啊？老王，我相信这件事情，小俊一定会给可可一个好的解释的，他一定会的。但是，首先是我错了，我没教育好这孩子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跟你说，真的都是我的错。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老女人纠缠上你儿子，让我女儿背上这么大的屈辱啊？不是，老王，这件事情我跟你说，一开始这个女的送他衬衫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拦着，我就应该管。我知道是我失责，我没管住儿子，真的是我的错呀，老王。李小俊是看这女的漂亮吗？啊，要论漂亮，我女儿比她漂亮100倍。我看你们家李小俊呢，就是看上那女的有钱了吧？老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这件事情我跟你探讨过，我老觉得小俊喜欢比他大的女人。有哪个男的啊不喜欢年轻的，还偏偏喜欢大的呀？我就老觉得他有恋母情节。行了，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，我看你们家李小俊呢，就是见钱眼开，人家送给他一点小的东西啊，他就不知道姓什么了。现在好了，送他套房子，这你们离家就高兴了吧？啊？哎，都说儿子要穷养，女儿富养，我看你是把你们家儿子当闺女去养吧？你也想让他像外边走错路的女孩子去傍大款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，这不是你儿子吗？你儿子在外边傍了一个有钱的老女人，一把把房子搞到手，然后把我女儿就给我赶出家门，这不是事实吗？你不是说你厉害吗？你不是说你教子有方吗？这就是你教育出的好儿子吗？这是你们黎家的优秀基因吗？你说话呀！你怎么不说了？老王，真的，很多事情是我没想到的，我从来没想到养一个孩子还有这些事情。当初在医院里，我看到小俊那么小，早产，没有人要，没有人管他，我把他抱回来。我就在想，我可以，我一定可以养好他。我以为养他很容易，让他吃饱喝足，盯着他的学习，让他考上大学，娶老婆，生孩子，他的人生就完善了。我真的就这样以为的，我就这样把他就抱回来了，就这样养他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老王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长大，他也会有主意，他也会做错事儿，会伤害别人。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想到，是我的错。这小俊是你抱回来，不是你亲生的呀？
5。这小俊是你抱回来，不是你亲生的呀。小俊不是李美琴亲生的。你帮我，对我好，照顾我，可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我申请外调。卓然公司，你说我要是过去了呢，还可以替骑士公司申请一些专项资金。你要是去了那个公司，那我们公司就不会有人再为难我了，我还有可能能够完成我的任务。你是答应了？那件衬衫到底是谁买给你的？我妈不是说了，我妈买给我的呀。那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帮你那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请你不要误会。那你在医院搂着我，陪了我1个晚上，这不就是对我好吗？老公，你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在哪？我在公司加班呢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说你加班？你要不是真的对我好，你为什么要骗他呀？你们什么时候说呀？老板刚才回复了，他说很快回来，就商量这件事情。那要说得很满吗？人家能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已经很不错了。老公，12点了，你还没谈完事儿啊？我现在还在加班呢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你老板怎么说？我喝多了，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。我们俩住酒店的时候，你说的清清楚楚让我等你的，这也是骗我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跟你住酒店了？豪华酒店2000块。你昨天请老板喝酒花了2000块啊？不是的。不承认吗？我说的话句句都有证据，自己看。却说不出来，我们之间没有错，却只能擦肩而过，只怪我的心太软弱，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的心，最后的等待也被淹没在深海，该用多少时间，多少眼泪，你才会明白，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，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。喂，袁经理，上班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可可，老爸知道你心里委屈，我看你这样，我真的很心疼啊。我看呢，还是把问题调查清楚再下定论吧。那个光盘是哪儿来的？是不是有真实性啊？你说你是相信李小俊呢，还是相信外边的什么人呢？你记得上次找你婆婆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什么了？夫妻之间呐，
要多沟通，有问题呢就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不能老把这离婚呢挂在嘴边上。你找小军啊见个面，好好说说。还有，你看你婆婆为你们这事儿着急上火的，你也就别再折磨自己了啊。爸，你去他们那儿了？啊？说什么了？老爸替你狠狠地骂了一顿李小军啊，我为你出气啊。哎，可可，听爸爸的劝吧，啊，别拿自己的幸福置气嘛。我看你这样，这一宿都没睡好吧？哎呀，怎么睡得着啊？身体要紧呐！你像我们这个年纪，要不注意身体，那这一天就一个样。你睡得挺好，我能睡好吗？我看你红光满面的，心大着呢，啥事儿都没有。老王啊，就是我昨天一家伙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我想告诉你啊，就这是我守了半辈子的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你要说出去的话，我跟你拼命啊！你也不容易啊，大半辈子为这个孩子付出这么多啊。那你打算瞒小军瞒多久啊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希望瞒得越久越好。我希望这辈子都瞒下去。小军这孩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是，所以老王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自责，我觉得是我没有教育好他，真的。我们家可可一宿就瘦了不少啊，这早饭中饭都不吃，我这心里啊鼻涕都难受。老王，可可是个好孩子，是小俊错了，小俊没福气。发什么愣呢？公司不给你借钱，你就愁眉苦脸的不好好工作了，还开始玩迟到了，这不是你风格呀！我说你们一个个都怎么了？你老婆被公司开除了，程总也走了，你是不是也想回家待业呀？你说程总离开公司以后，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吗？猎头公司啊，肯定都把他拉进黑名单了。这个程总啊，不是那个方总，但是胜过方总啊！啊，你把小俊的事情跟老王说了？哎呀，这话赶话的，我一下没把持住，就把实话都说了。哦，你现在是跟老王无话不说了啊？美凤啊，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
我当时特别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老王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人家说的每件事情都在理上，都是咱小俊的错。你知道我这心里难过的不得了，我这心情特别的不好，一下没把持住，就把实话都说了。那小俊他到底有没有做那件事情？美凤啊，他有没有做不要紧，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摆在大家的面前，你说我能说什么？这小俊真是就是没看出来哦。哎，你说你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，他现在居然做这种事情哦！你真是，哼，浪费了大把的青春哦！哎呀。看到你的好。那你现在看见了吗？我现在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真的吗？那你说说我哪好？是你很善良，你会替别人着想。还有呢？你很乐于助人。别的，还有别的吗？你很乐观，你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都很乐观，你还笑。那也得看对谁了。要不是你，家现在变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不是说好别说这事儿了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不说了。那你接着往下说。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让我不说了吗？哎呀，我让你说的是那个。说哪个？哎呀，就是那个。哪个？那个你说我好，那个你往下说。其实，我觉得你让我嫂子回来是对的。你就想跟我说这个呀？啊？那还有别的想说的吗？没有了。哼！你听我说，不是你误会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嫂子回来了，你就不用照顾我妈了。你不就嫌我是多余的吗？你觉得我来照顾你妈，你就嫌我烦呗？那我走吧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以前你眼里一直都只有葡萄，我在你眼里就是透明的。我做了这么多，你才发现你身边一直有个我。我觉得你开始慢慢关注我了，但现在你又对我说这样的话，那你要嫌我多余，我走呗。哎，别，你不是我着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开一家属于你跟我的店。没听明白。那你不就是想拉我入伙，跟你一块做生意吗？还有呢？不是入伙那么简单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想开一家属于你跟我的店，懂吗？不懂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不懂呢？算了，继续找店。不，阿姨。
妈，我也就上个网，你唉声叹气的干嘛？你哥要离婚了。他怎么又离婚啊？不是才和好吗？还不是你哥的事情啊？他怎么啦？他劈腿了。什么？我哥这么正能量的人，也能在外面劈腿？我嫂还那么通情达理，难不成他们俩刚结婚就视觉疲劳了？所以我跟你说啊，这全世界的男人啊，都是不靠谱的。谁说的？张健健就是最靠谱的。我不管你信不信啊，张健健这3个字啊，不许你再提了啊！那刚才是谁提的？去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又没问你要钱，管我那么多干嘛？你女儿现在在做一件大事情，给老妈看看。还做大事情，你不要出去闯祸就好啦。你好，我们之前在网上申请过贷款的，今天打电话让我们过来谈一下细节。你们申请贷款20万？啊，对，我们想贷20万，我们想开一个有特色的面馆。哦，对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设计的面店装修，很适合现在年轻白领的风格。你们要开的面馆门面投资就占据了1万以上的资金，培育客户至少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。这个行业竞争太强，投资回报风险很大，所以你们的申请没有通过，建议你们换一个项目。婷姐，你也别太灰心了，要不咱们就先用上那6万吧。那6万块钱是拿来急用的，要是我妈没事了，这个钱还是要还给葡萄的。哎呀，葡萄肯定不差那点钱的，咱们先把这6万用上，加上我卖店的钱，凑起来差不多有7万吧，咱们都先用上呗。其实把钱花在店面上是挺不划算的，要是我们店没做起来，这房租就等于打水漂了。说的也是，但咱们也不能就只在网上卖啊。健健，你看我这个点子怎么样？咱们做一个流动的店面，用餐高峰期的时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卖，不是高峰期的时候，咱们可以接受网上预订，还可以送餐服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的意思就是做一个流动的小3车？对啊。对啊，这个主意挺好啊。要是我们不送餐的时候，车还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。对。啊，老板真棒。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这个难度太大了。那改装要多少钱啊2手面包车3万，改装费4万。啊！这也太贵了吧！光是车子就要花7万。是啊，光这小车加美容改装费，就把我们这点钱全花光了。对啊，还没算上别的用品呢，还有什么厨房用品啦、杂七杂八的锅碗瓢盆，加起来得10几万呢。是啊，买了这个车，你还得保养、美容、加油、买保险，加上我妈用的药，加上房租，唉，想干点事儿，怎么这么难呀？要不，我们问葡萄再借点儿？别呀，我都欠他2次钱还没有还给他呢，再借第3次啊，我开不了这个口，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只是为了钱，不行。那怎么办呀？如果你不去问的话，那我们的小店梦想就要就此破灭了。这可是你答应我开的第1个面馆，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。
我拉不下来这张脸。你拉不下来，我去，我来请他吃饭。你说啊？不是你跟他说吗？我说也行。那我试试。那你同意了？我同意加入。太好了！来吧，我们是新一代的中国合伙人，干杯！在你吻我的那一天，是凄美的谎言，还是约定的永远？奢望的缠绵总是难以兑现，爱情只能再回到原点。在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幸福的誓言刚说到了一半，最后的理智还是难以婉转，只剩下寂寞的纠缠。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的心？最后的等待也被淹没在深海。该用多少时间，多少眼泪，你才能回来？心还在期待，却说不出来。妈，喂，小俊呐，妈妈不给你打电话，你就不给我打电话是吗？你不是说可可不回来，我也不允许进家门吗？你看，
你还在赌气。小俊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？你在说什么，妈？我怎么可能会去找她？你们都别管我了，我想静一静。小俊，别挂电话。妈妈只想问你一句话。小俊啊，你问问你的心，你真的舍得失去王可可吗？就算小俊犯了天大的错，你也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呀。爸，其实我想想，这些都是我自己错。当初果果劝我和孙茜不要那么快踏入婚姻，我们俩还一起笑话他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是为什么要着急结这个婚？当年轻人走进婚姻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。你们小两口，甜蜜也好，幸福也好，还是在恋爱的感觉。可是结婚以后，被生活的琐碎啊，慢慢的给冲淡了。能不能再坚持下去呢？靠的可不是当初那份情感，而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。可是我这么信任他，他却背着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我想这事儿啊，8成是那女人搞的鬼。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查清楚？如果真是小俊的错，老爸支持你，你跟他离婚。可是万一我们要误会了小俊，伤害了你们之间的情感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这还用怎么调查？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他确实跟那个女人开过房，而且现在房产证上都是他和那个女人的名字。这是我冤枉他吗？可可，有些事情不是你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的，就是事实。当初我和你妈离婚，就造成了很多误解呀。如果你和小俊连这些误会都没解开就离婚了，伤害的不只是你自己呀。喂，装修公司吗？我有一套2居室的房子需要装修，装修的风格浪漫温馨一点的吧。对啊，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去你们公司坐一下，我们聊一下方案的问题。好，谢谢。